现代台语版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1章，恁着学我，亲像我学基督。恁不时为激励我，搁尊叹我传授予恁的教示，恁实在通予我学乐。不过我爱恁明白，逐个查甫人的头是基督，妇人人的头是丈夫，基督的头是上帝。查甫人伫公共场所祈祷，也是宣讲上帝信息的时，若戴头巾是侮辱伊的头基督。毋过查某人伫祈祷，也是宣讲上帝信息的时，若无戴头巾是侮辱家己的头，就是伊的丈夫。即款的妇人人甲头毛互人剃起来的查某人无啥物差别。查某人若毋戴头巾，头毛就剪起来。既然看剃光头也是剪头毛做见笑的事，就着戴头巾。查甫人无应该戴头巾，因为伊是上帝的形象甲荣耀。查某人是查甫人的荣耀，因为查甫人毋是对查某人做出来，查某人是对查甫人做出来。查甫人毋是为着查甫人做的，毋过查某人是为着查甫人做的。为着天使的缘故，查某人的头应该戴权威的记号。总是伫主的内面，查甫人需要查某人，查某人嘛需要查甫人，因为查某人是对查甫人做出来，查甫人是通过查某人生的。毋过万物拢是对上帝出来。恁着家己判断，查某人无戴头巾对上帝祈祷有合宜无？自然的本性教咱，留长头毛是查甫人的见笑。毋过查某人留长头毛是伊的荣耀，因为长头毛通做查某人的惹配。老人爱辩驳，我只有会当讲，伫咱甲上帝教会并无其他的规矩。我伫遮要讲的话，毋是要甲恁学乐，因为恁的聚会损害比利益较侪。第一，我有听见讲，恁伫教会聚会的时结党分派，我相信有一部分是事实。恁中间难免有分裂，安尼才会当看出什么人会通过考验。恁自即个时，毋是伫食主的晚餐，因为恁逐个人赶紧食家己带来的物件，结果有的枵，有的酒醉。恁兼无厝通食通啉，恁是伫藐视上帝教会，也伫互无物通食的人见笑是无？我要对恁讲什么？我兼着甲恁学乐，袂伫即项事，我袂甲恁学乐。我对主所领受的，我嘛传互恁。最后所互人出卖迄暝，伊摕饼，感谢上帝了后，擘开讲：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牺牲的。恁着做即个来纪念我。照安尼食了后，伊阁捧杯讲：这杯是新的约，用我的血设立的。恁逐摆啉的时，着做即个来纪念我。安尼，恁逐摆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是咧宣告主的死直到伊来临。所以，无论什么人，若无用合宜的态度食主的饼、啉主的杯，是得罪主的身体甲血。大人着省察家己，才通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。恁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若无确实明白
做身躯的意思，食这饼啉这杯是家己惹审判。因为安尼，伫恁中间有真侪人软弱破病，嘛有人治到死。咱若先省察家己，就袂治到受审判。不过，咱受主审判的时，是咧受管教，互咱免治到甲世间同受定罪。所以我的兄弟姊妹，恁自责食主的晚餐的时，着互相听候。若有人枵，着伫厝内先食，才免恁自会颠倒受上帝审判。其他的代志，我去恁遐的时才处理。